喺香港地方細、物價貴，老友記想過好嘅安老生活咧，並唔係咁容易嘅。但係喺大灣區就啱啱相反啦，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選擇北上安老嘅。聽講大陸啲安老院咧都喺山卡拉嘅，入咗去好難出翻嚟，咪搞啦。咁又唔一定喎，好似而家我介紹呢間咁啦，就很正市中心啦。呢度就係中山石岐市中心嘅順輝康養中心，佢位於市內一座綜合式大樓裏邊，商場、食肆、醫療體檢中心一應俱全。附近就係直通巴士站，香港上嚟一程車就到，亦都可以搭高鐵去到廣州南站轉輕軌，或者搭高速船都好方便㗎。睇下啲單位先，哇，真係又大又光猛喎！順輝主張自主式安老，自己生活自己話事，日日都好似度假咁超，真係點睇都唔似安老院㗎。真係咁好？唔信啊？問下佢啊！順輝康養係專為香港人而設嘅自由安老模式，認真啱晒我啊！幾時食飯瞓覺自己話事，你有乜頭暈身興，即刻有人同你服侍啊！最緊要呢度下邊咧有大型嘅商場，又多嘢食，又多嘢玩，咁嘅養老方式梗係爽啦！要喺大灣區選擇適合嘅安老生活，我有3個 tips 俾大家。第一，要係港資公司，大部分係港人入住嘅項目。第二，宿位要喺100間以內嘅精品式項目，人少啲，服務可以更加好。第三，樓下係商場、酒店，隔離就係3甲醫院，咁就 perfect。至於旅遊記最關心嘅醫護服務，佢哋一樣做到6星級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講。想了解更多資訊，就掃呢個2維碼，留低姓名同電話，攞翻本內地安老指南睇下啦。